长期咧关注妇女权益、性别平权的立宪基金会，和员工指控因的薪水发无够额，甚至违反性平法，和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员工领不到年尾奖金。今仔早起透过社工工会来举行记者会，抗议立宪基金会无重视劳工的权益。立薪还钱，立薪还钱。代替唔敢出面的社工，台北和高雄社工工会等等的单位办记者会，提出社工的薪水单，指控立宪基金会侵害劳权。有社工司证照的员工，立宪干那予因2000块的加急，不过煞甲政府核销社工的职业加急是32薪点，换算做薪水就是3995块。虽然进前都捌甲卫福部反映，煞无看到立宪有改正。确实是有薪资未足额给付的状况哈。那如果是这样核销的话，也可能有疑似不实核销的情形。工会表示，有的社工3年来就损失上无7万块。另外嘛，指控立宪针对通过考核的社工，无照计划甲伊的职务升级哩，致使社工一个月上济是减赚2500块。另外嘛，有10外员工甲工会斗讲，过去捌申请过育婴留职停薪，却因为年底12月31日无在职，就领袂到年尾奖金。只是讲到大农交无员工甲提出申诉。所以我们认为立新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违法的，它已经违反了性别平等工作法，这个是有怀孕歧视跟性别歧视的这个问题。服务受暴妇女的最知名的社福团体，让自己的社工像受暴妇女一样不敢出来求助，我觉得这个是最讽刺的一件事情。立宪透过声明稿表示，核销绝对无问题，育婴留职停薪嘛有照付薪水。立宪伫2019年到2024年有调过薪水，差不多是起6%到10%。和员工的薪水含政府补助或者是委托的申请费用是同款的，甚至有较济。自2024年开始，薪水全面配合卫福部的规定，避免争议搁再发生。为着要提升性别友善工会场，立宪会继续检讨改善。记者林静梅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